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7月1號星期二沙田馬場草地 C 跑道一共10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停賽騎師係周俊樂同埋布文黃波里。今日嘅5口馬鐵都係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每一口係200萬。頭場賽事嘅開班時間喺黃昏4點鐘。第一場賽事5班草地18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7號香港精神、12號貝貝龍、1號烈火駿馬同埋3號皮具大師。第二場賽事4班草地1000米隻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團結勇士、8號冠金旗、13號星河勇士同埋9號巴閉佬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三寶嘅頭關，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仗義、4號勁進區、11號瑞澤同埋3號旗幟鬥士。今日嘅3T 將於第4、第5、第6場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200萬。第四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渡月橋、1號手到齊來、11號喜勝進區同埋9號荷花之星。今日嘅6環彩將於第5至第10場6寶獎嘅多寶獎金係300萬，預計派彩800萬。第5場賽事2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幹練魅力、3號勁進輝煌、5號太陽勇士同埋9號飛輪步。第6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美麗邂逅、9號嘉應光彩、6號會當凌同埋11號肥仔精神。第7場賽事3班草地1000米隻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狀元及第、2號英雄豪傑、3號超力量同埋8號新力好。第8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三寶嘅頭關，4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威武年代、1號紅衣醒目、2號爆笑同埋3號大數據。第9場賽事3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巴基之城、2號細蘭、9號馬上型同埋7號天福。今日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晚上8點50分。第10場賽事3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0號本領輝煌、
2號星格、3號元朗精英同埋6號鋼年80。